不你我一上一当一的，电影我阿拉不呀 Premier 一电影当说，电影我因那个北巴利亚一电影当说，那电影我小姐姐一电影当说。大家好，我是拉姆，我来自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。大家说的藏语不太一样，所以我就先用一段自己家乡的藏语介绍一下。给大家唱3首歌吧，一首是藏语歌曲，一首是我们木里藏语的我的原创作品，还有一首是汉语歌曲。好，谢谢。我的音乐是比较小声的，所以大家在面前的可能听不太到，但是直播间里应该会清楚一点。哦，这government了，空给的给卡来参加这些啊，前两把他们我这叫啥的，发现高有啥嘛的嘞，给卡来高那些，哈哈，怎么了？的客生院的你出过烟多啊？蒙古族的歌。蒙古族的歌，今天没有准备，唱个我们木里的歌吧。可以吧？好，木里的阿拉 Premier 一点，是我自己的一首原创作品，大家直播间听可能好听一点。
给要不多了，给要不多了。呀，呀，这苏布个了有的了，对，清唱，叫他等着几浪确实的。那还是唱的，唱什么？寂静的天空呢？还是唱一个？都行。哦呀，哦，站着吧。可以。哦呀，呀，前那把咱们给他们进来的空了。哦嘞，在那风吹的走远，有我心上的人，风你轻轻吹，听它忧伤的歌。月亮啊，你照亮了它；火光啊，你温暖它。可在사는데 이른데 건사호 나른도 비비에 하이나 가르사랑 들으쇼지 같닝자 나스두르네你不多，你不多。那你空个张女真的了180连着啊？还有一首是吗？对，还有一首是我自己的汉语，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，但是也可以唱一下。是我的原创作品，然后我也在直播，如果大家喜欢，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。这空了多口是每年都能多口的来肉去挂点去。无数的月光洒落在我的窗前，你快要离去，无数的阳光普照，我快要哭泣，你已经离去。你总是遥遥的、远远的流淌，
ke ya khon ta la mambo lan sa tele ta ngoma kale mazo de khon khabar indo la